早晨，早晨，好好瞓，可能尋晚太瘋癲又出過汗。而呢間酒店空間感又大又安靜，仲有提供氧氣，所以今日特別精神。今日全日都會喺香格里拉酒店早餐後，徒步大概10分鐘過來杜克鐘古城。4A 級旅遊景區的杜克鐘古城內，固然有古舊建築、特色小食、當地特產、飾物店等。不過我哋今日嘅目標明確，巨型轉經筒松贊林子。Let's go！ 一路拍時級啊！途中會休息下。經過月光廣場、沿石級而上，首先來到的龜山公園。這座依山而建的公園建於清康熙6年（1667年），曾是當地的中官府，後改建為寺廟。核心景點有大佛寺，又稱龜山寺。寺內主供釋迦牟尼佛像6金身，相傳其佛像是仿造拉薩大昭寺的釋迦牟尼12歲等身像而塑造。位於大佛寺旁，就是公園內最矚目的金色地標，亦是世界最大轉經筒吉祥勝利堂，高21米，重達60多噸，筒內藏有大量經咒，一般需要10幾人同時用力才能順時針推動旋轉。據傳每轉一圈等同默念佛號8萬次。香格里拉市區海拔平均約3300公尺，而龜山公園的最高點大約3350至3400公尺左右。辛苦，搞唔掂，慢慢來。好，我嚟啦。嚟！整座佛寺外觀呈現經典的雄長和雅，集自然風光、藏傳佛教文化與歷史人文於一體，並融合了漢式樓亭工藝，外形宏偉莊嚴。廣場兩側都有博物館，可以了解多啲香格里拉的歷史。
於古城步行大概10分鐘到達餐廳。下午來到今個旅程我最期待的一個地方。但其實佢哋都係中藥，都係中藥。先轉乘景區環保接駁車，大概5分鐘。葛丹松贊林子，終於有幸踏足，莫名的感動。葛丹松贊林子是雲南省規模最大、最重要的藏傳佛教寺院，也是川滇一帶的格魯派中心。始建於1679年，於1681年竣工，距今已有約347年的歷史。從大門走到主殿，共有146級石階梯。因其依山勢層疊而建，氣勢磅礴，氣派威嚴，且外形神似拉薩的布達拉宮，故有小布達拉宮的美譽。我哋爬完樓梯，順時針行再經過物流處，就會見到香格里拉最美的高原古堡。整座寺廟設有6個主要建築。主殿的設計匯聚了藏族的宗教文化精華，不但有造型豐富的鍍金銅瓦，殿內更設有多幅精美壁畫，集藏族造型藝術之大成於一身的松贊林子，因此又被稱為藏族藝術博物館。這座由五世達賴喇嘛就請康熙帝赦准修建的寺院，後來雍正帝賜名為歸化寺。朱紅色飛檐、月牙式牆身、金黃色殿頂，在陽光下散發出耀眼奪目的絢爛色彩。坐落群山之中，猶如一座神秘古老城堡，讓人肅然起敬。
時間過得好快，真係有啲唔捨得。希望有緣再見。回程，我哋先由香格里拉到昆明站。C88AD 蓋奶車款。行車大約4小時39分鐘，加上40分鐘大巴先到酒店。嗱嗱臨沖涼，早唞。The next morning， 食過自助早餐後，執拾好，打道回府。健康大廚意，以後有機會咧，嚟到揾下呢個省份啊，其他地方看一下，無論旅行又好，旅居又好，揾高地又好，總之係我呢個微信啊、電話號碼大家都有啦。以後喺香港嗰邊啦。